继续要来讲，当年的莫纳克洪台，伫屏东的嘉木村有130个罗凯族的乡亲受困。危难的时刻，4个少年人志愿来进入到部落，创一个临时的停机坪，互所求的直升机会当降落，才顺利把所有的族人救出来。这4位少年人，从俄罗斯嘉木英雄。这10年来，因也是继续咧守护部落。但是因为这个道路真歹修复，出入真无方便，村民不得不搬离开山林，文化嘛慢慢消失。即摆因上大的挑战是要阻止灭族的危机。来看因的故事。我们就跟动物一样，它是濒临绝种。当大家都不会卢凯族的语言说，其实它就是灭族。徛伫翠绿群山中，这是海拔将近1000公尺的罗凯部落嘉木村，宛如世外桃源。要无这个庄仔头，伫10年前险险消失。2009年8月7日，嘉木村被土石流包围，路断了了，救灾是困难重重。很好，都照顾我很好。有135个村民掉伫内底，前后6天，危险困难的时阵，因的希望拢寄托伫这4人的身上。我们只是收到他们的坐标，就是上面给的，我们才过去。4个部落少年人招族人勇敢进入灾区，下过放落来石头倒落去的树啊，总算开一个小小的临时停机坪，救出所有的村民。我的心开了，好大好大。很谢谢社会大众，我们在这里向社会大众提供我们4位弟兄向各位提供，谢谢谢谢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好。完成任务这个时刻，得到全村的破瓦声，伊是赖明团甲瓜信雄，是特种部队退伍的，徛伫边仔齐仁辉、齐仁明兄弟啊，当时的空军特种部队梁山营区做兵，4人变成嘉木英雄。10年过去啊，齐仁辉的骹手游玩真美丽，带阮行入真歹行的山路，看不出来，这就是当时临时的停机坪。那一边就是崩塌地，所以崩塌地的时候，当初就是很多人看着自己的房子在滑落，就是都在边看边哭啊。另外一边是当初崩山的所在，规片拢是土石啊。嘉木村的危机犹阁存在，族人被迫搬走，敢若剩20-30户伫遮坚守，灭族变成温忧。这10年其实好像还在原地踏步。我们要回来，可是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子，就是经费就是有限，我们的道路就是要维修都很困难。为了中正部落，齐仁辉变成村长，郭信雄当选乡民代表，赖明团变成山林向导，全台罗凯族干那13000多人，雾台乡是人口上济原住民乡，嘉木英雄带族人想办法要自救。我们又不积极去复振的话，其实我们的语言，然后再来没有土地，其实我们就会变成是会消失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可能变成卢凯族，可能以后就会变成传说了。当年嘉木村因为土石流被迫迁离，不过嘉木英雄回到原乡，而且亲手在这里画下了卢凯族的画像，也想办法种下了作物，希望能够保存他们的精神和文化。在准备食材之前呢，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。这是已经废掉的嘉木国小，在客人下成立罗凯特有作物学院，族人将咧学做画素。练习就是那样，手都不自然了，一直发抖啊。第2次弄的时候会很好了。高山尤其蚵仔挖做就有真高的芳气，用面皮包包咧，出炉了后真好食款。还不满意，因为跑出来。好吃啊，真的赞啊！啊，这样素素的。这是因中间自立的一大步。罗凯族想要安居乐业，在嘉木英雄的带头之下，点出族群灭族的危机，都要更加重视咧。也若无台湾将永远失去这份珍贵文化。